哥林多前書第1章。我是保羅，對上帝嘅旨意，我蒙受做基督耶穌嘅使徒。我老所提尼兄弟寫信呢，本在哥林多上上帝嘅教會，你哋老在得所在，求喊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名嘅人，同樣係在基督耶穌地位神聖蒙受做聖徒來歸屬上帝嘅。基督係基督嘅主，也係我哋嘅主。因我哋嘅阿爸上帝，老主耶穌基督賜恩典平安俾你哋。我常常為你哋感謝我嘅上帝，因為佢通過基督耶穌賜恩典俾你哋，使你哋在基督地位各方面富足，也親有知識和口才。有關我為基督所做嘅見證，已經建立在你哋嘅當中，所以在等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顯現嘅時，你哋一樣恩賜也無少。主一天會堅固你哋多代，本你哋在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降臨嘅日無可限。上帝係信實可靠嘅，佢呼召你哋，使你哋同佢嘅來嘅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向下享受團契嘅神法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奉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名勸你哋，大家愛講一樣嘅話，唔可分裂，愛團結，想法留目標愛共樣。我嘅兄弟姊妹啊，有五信徒結來活下幾多人，是老我講，你哋中間有相爭。我嘅意思係，你哋一撒講一樣。有人講我屬保羅，有人講我屬阿波羅，有人講我屬彼得，有人講我屬基督。基督撒本你哋本做基亞撒，咁係保羅推你哋當時在十字架上嗎？你哋咁係奉保羅嘅名領洗禮嗎？我感謝上帝，除了基利斯布老解油，我並冇為你哋中間嘅一撒行洗禮，所以冇人能講你哋係奉我嘅名領洗禮嘅。還有我也為司提反那老家屋下嘅人行過洗禮，其他還為乜人行過洗禮，我就唔記得咧。基督派我，唔係愛我行洗禮，係愛我傳福音，唔用人類智慧嘅言論，免得基督在十字架上嘅死失效。因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嘅道理，對基督向滅亡行定去嘅人來看係啱當嘅，仲係對我哋得救嘅人來講係上帝嘅大能。因為聖經講，我愛求咩聰明人嘅智慧，我也愛廢鐵學者嘅學問。聰明人在哪位呢？學者在哪位呢？世間嘅辯論家在哪位呢？上帝已經使這世間嘅智慧上咗啱當咧。上帝就自家嘅智慧，本世間人無法度用自家嘅智慧來認識佢。點到上帝決定愛通過我哋所傳人看咗啱當嘅道理來拯救相信嘅人。猶太人求神蹟，希臘人尋智慧，仲係我哋傳當時在十字架上嘅基督。呢個道理對猶太人來看係絆腳石，對外邦人來看係啱當。仲係上帝選召嘅人，無論係猶太人也係外邦人，對基督來講，基督係上帝嘅大能，係上帝嘅智慧。因為上帝嘅啱當贏過人嘅智慧，上帝嘅軟弱也贏過人嘅堅強。兄弟姊妹啊，愛記得上帝呼召你哋嘅事，你哋嘅情形，
係樣辦？照人嘅看法，你哋有智慧嘅唔多，有能力嘅唔多，社會地位高嘅也唔多，總係上帝偏偏揀選世間人看作無智慧嘅，來本有智慧嘅人堅守。上帝揀選世間人看作軟弱嘅，來本堅強嘅人堅守。上帝也揀選世間人所看強、所惱，看作受苦嘅，來廢脱嘅道人看作重要嘅。本所有嘅人在上帝嘅面前誇口唔得，係上帝本意道如何同基督耶穌結連，又使其成咗愛道嘅智慧。通過佢，愛道同上帝有正確嘅關係，成咗上帝聖潔嘅子民，也得到自由。就像聖經所講，愛誇口嘅人，就愛誇口主。